再一次的感谢各位，期待上小宝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过马路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哦。来，再次介绍我们的色风老师，谢谢建议。以及我们的长腿宝贝，感谢我们的康老师娜娜。还有非常辛苦的T 老师芭比，再见，谢谢我们的小花。也祝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开心愉快的端午连假，期待再相逢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各位哦，记得要小心。而且再一次感谢来给大家给创作来当手电，迎接包包所的王瑞春董事长、蔡明春董事长，谢谢。谢谢，有机会再见了，谢谢各位，小心分走，再会，拜拜。谢谢。再次请这班的两方面将目前水线的需求进行就完成运用，线性休息，那再相逢，谢谢，拜拜。加油！他拿到这个。对哈。来了。